儿啊，大事不好了！这场婚事有变，四王爷与三王爷王府先去提亲，这怕小事到不了休了。这，你可有带两在外府去到王府？我来了，带公子去王府带马场。哎呀！儿了，快来接过你岳父大人！不要叫！韩元帅，你死起来也就罢了，你把他带来做什么呀？结果讲呀，爸，你不要叫我，我叫你大哥了。好了，到里面去找小芝，为父与你岳父有几句话要商。好，讲呀，把我不要叫我，你去吧。讲你毛女婿越忙越欢喜。哎呀，去，爸，有干背景我干背景啊，随便哪里找到就好。找小家，先学机器。你慢一点啊！慢一点。你摔倒了，我可不会长。放心，你女婿可好着你。哎呀，刚才没我领导，我只是领导官。哎呀，我领导了，知道了。元帅，怎么？你想一女配二夫？没有的事。没有。听说四王爷上门定亲，你想拿？我实话告诉于你，眼根不贴在我的心中。你要想回婚，我当不得了！你继续别给我一个道理。放心，这件事让我想一想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我通知那个是杨泾。好，小丫鬟，不还需与三王爷商量。是，与亲王爷。好乡亲何事？三王爷有所不知，一女许了两门女婿，至今衙外相出妙计，叫女儿泡彩酒招亲，公平竞争。不过这彩酒3更先泡，你要早一些到后花园先等着，好，待等4更再叫回家的是杨泾前去抢彩酒。好，那时候我们四王爷先抢到了彩酒，他们回家又无话可讲了。好，讲得好，那么我2更就去等着，还是你千万不可无视。不会，那就罢了。有道理，别人我要找。来，进来去这。脑筋动，莫非叫你去啊？我叫我4更去，他4更钟我就到我有感觉的，我们2个不去。